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环境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要来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咱台湾人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叫做 Universe， 就是任何一个世界你拢会当来去。这在倒位呢？即摆我是人伫家人，但是咱即摆马上要飞行来去台北。台北这个所在叫做 iRide， 你来看，你来看，你来看，准备哦，开始。较早开场就讲啦，互你开眼界啊，开眼界唔那是半导体啊，啊，这半导体吼是内面一出事啊，内面还佫吼，咱台湾无限的可能性。你坐啥物？坐船啊，坐星际战舰，星际战舰是啥物件？咱来找咱的后用党的吼。党的，你甲咱讲，你这个剧场已经开播咗偌久啊？哦，我这个开播差不多要4档啊。4档啊吼，听讲是安尼。逐场都客满啊！哦，这嘛真正拢是客满。暑假期间吼，你也要来遐看这，爱提早来预定一下。叫我做一下。阮兜的3岁外的囡仔。哦。想要带伊来，我买无票。安尼哦，安尼你甲我讲，我来替你。唔当，照办来。咱就人趁一摆哦，好好来体验一下。好，你来请人互人看者。好，来，注意你听讲还佫有一寡迄落。沉浸式的体验 ，immersion 的沉浸式体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要开始看，要开始坐这个船，啊，就开始会当沉浸式体验，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吼，你干到去外口行边，就是一个舒适的迄个啥世界嘛。但是我今摆要甲你带你一个吼，是迄个啥按想象中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吼。啊，所以我要有一个过程，互你慢慢心情吼，为迄个现实啊慢慢行去往这个迄个啥个，迄个梦想的所在。啊，所以我有一寡过程，吼，你的心情吼，会为这个现实慢慢变成吼，我甲你带要UYBB 来这，我设计一寡迄个故事来。啊，哪甲你写，哪甲你带尔。是。哦，啊，声音啦、气味啦、灯光啦，拢有关系。阮这无感体验啦，甲你所，你人的所有感觉，目睭、耳仔吼、身体吼，风啊，佫有一寡迄个啥温度的改变。无气味的改变，温度、湿度拢改变。你也陪你烧热的所在，你感觉足烧的；啊，你也陪迄个啥个，迄个啥个，迄个冷汗的所在哦，你感觉足热。哦，咱有影吼，咱过去吼，敢若像阮这50-60岁的人吼，过去拢是戏台啦，啊，敢若遐排烟墙啦，看歌戏啦，看布袋戏啦，啊，唔知影讲有这种体验。即摆新的戏台拢是安尼咧。无，这是创新的一种技术哦，因为你讲的戏台，这嘛是一种戏台一种，这是比如讲今嘛甲未来戏台，恁摆戏台是用人来演，啊，今摆戏台是用技术来演。哦，用技术来演啊！是。所以哦，后用党的因这拢是，恁这拢是提供技术。对。啊，软体。对。啊，甲硬体嘛有提供。是，这爱透过吼做做软体、硬体的结合，靠我都创造你这种我感的体验。哇，这个拢互你专家去啊！嘛无啦，这全世界其实包含迪士尼吼，啊，甲一寡大型的迄个啥迄个内容制作公司，拢有咧做。啊，只是阮即马吼，台湾有足多足厉害技术，阮甲这个足厉害技术甲结合，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啊，种变成吼，互人会使佚佗，互会使体验什么。所以咱真正要带吼，后用党叫后用党来甲咱看，是党你来看。这顶头写全球达成总人数，是。啊，这个总人数的，阮即马全世界咧运作的飞行员差不多50-60点。啊，即马这50-60点的总人数有达成过的总人数，当遮3800几万人，应该是即马已经比台湾的人口较多。哇！所以比上面这个外高啦，这个大家拢有知影讲，哦，这真正厉害咧。已经有3800多万人。对，啊，伊分布哦，咱全世界吼，为从北到迄个冰岛，啊，从南到澳洲，哦，啊，美国、欧洲，吼，啊，阮即摆阮嘛介绍足奇怪的所在嘛，阮的飞行员，比如讲中亚遐有一个国家叫做哈萨克，哦，遐嘛有。哦，果萨。
也有看过哦。对。我咧顶港有名声的，敢有出名呢。啊，但是真正体验啊，对遮安尼行入去。阮慢慢爱为遮行过。啊，这个敢若这个登机口安尼。对，因为过个这个门，吼，你就袂使退后啊，哦，你就要比你吼，阮这个叫啥梦想的一个世界。哦，就把口哦，就开始要飞行啊。对。来，这样。哦，这做甲敢若安尼，哦，这真趣味安尼。啊，这我看这影片内面，啊，佫有敢若这个飞行真圆啊，踮遐带领安尼。是，因为吼，你要飞进前，我嘛爱甲你介绍一下，讲爱注意啥物个代志，吼，啊，袂使迄个啥场后真有啥问题的时阵吼，阮会甲你个安怎甲你指引，讲互你会使停落来，吼，所以互你落来。介少人安尼啦，吼，但是也真正坐了吼，感觉讲爱安怎，嘛弄一寡设施吼，使互你现在马上停止。所以即嘛真侪内容，啊，佫有种日本的内容，拢伫遮呢。对，因为遮内容，阮人全世界人咧合作，啊，像这个内容吼，嘛是一个足出名的内容，哦，这是迄个阮透过3档的交涉，吼，甲互日本人迄边愿意甲这个内容放过来，这嘛全世界。哇，神经那咪呢？伊这第一届迄个啥话出国来到台湾，哦，这个内容，啊，这个故事，这个本来是当日本的富士山的山骹遐一个路，叫富士急。因遮当日本咧个啥咧看的时候，排队的时间通常爱差不多4点钟。对啊。爱排4点钟才看会到。但我这件我家搬来台湾，来免遮个辛苦，免飞到日本，当这个咧。我当面有要排4点钟过咧。安尼哦，对啊。安尼这后抓你来免啊。是，咱过来体验一下。是，请。来，请。哦，这是什么物件？请来。哦，这是你要飞行进前的一个简报式，要互你了解，看下你要飞过多个国家，啊，要飞过什么地点。哦，这规套剧本的呢。对。所以哦，一般人你若要来遮，会上侪人遮，听飞行话甲你介绍。哦，所以也有排路道，哦，也有这个空中的服务员也探到，啊，甲你安尼甲你讲。啊，才坐落去，啊，开始来欣赏。对，无，这毋是开始要欣赏，这个毋是哦，这个毋是，哦，还佫后一关呢，哦。啊，这个后一关哦。对。迫不及待呢，来看卖。好，来请。真正毋捌看过，我真卡爽。哦，顶头啊，这种座位。对，看见你个要坐咱顶管，我带你来飞台湾。哦，飞台湾哦，来，请。哎呦。哦，这安尼个夜灯啊，夜航灯，哎，是。还是下安全带。哦，这安全带佫会下起来呢。对，因为安尼确定要飞去半空中。好个。安尼。好，安尼安全啊。安尼就可以啊，哈。是。啊，无迄个空中小姐来甲我问咖啡 OT。有哦，较天会有哦。较天嘛有哦。但是袂，你问咖啡 OT 吼，会甲伊甲讲吼，安有安全。哦，爱安全，坐车安全啦。对。当然讲热贴咧。啊，这咱开始看吗？要准备。要准备啊，要出发了。在驾乘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帮我闭上眼睛，轻凯微休息就好了。那如果要暂停的话，高举双手，比个叉叉5至10秒，我们就可以暂时此次的飞行体验。那祝各位，我们环岛之旅准备开始，那我们飞行快。哦。啊，这个有敢迄个清风安尼哦。所有风，肯定个有味。你个闻到迄个啥话，迄个无共款的迄个青草甲树林的迄个气味，这种垦丁。哦，迄小可热风的。你感觉一寡变成有山风安尼吼。对。加风炮。哦，咸水风炮。咸水风炮。哎呦，佫会震动咧。就感觉一寡风炮的迄个烧气咧吼。对。龙野。对。台东的龙野吼。对，俺来到这个所在，就是有一间做出名的树啊，叫金城武术，就当家。有一张啦。有一张啦。对。这摆免骑脚踏车啦，直接用飞啦。嗨。哦。
飞在台北啊，有看到哦， 101大楼。101大楼吼，这就是因为接近咱家啦吼。对对对，你有看到淡水溪，淡水日照的，哎，啊，观音山。对对对。哦。这是咱台湾同关的所在。啊。哎，玉山。哎，玉山。你看这气象观测站。对。啊，玉山就当家，最高峰是家。哦。阮当初要翕这个景，翕3届，不能去背3届较翕着。背了3届。哎，因为要等伊落雪。完全拢。啊，等伊这风，迄个啥？云雾拢开去，拢开去，甲迄个。哇！而且温和呢，吼。对。你也当玉山顶外看，就个这个金阁天河啊，吼。这景象。哇！安倒来啊！哦。啊，干多爱就甲台湾踅一阵，海底拢去看过啊。真正五感呢，吼。哎，而且同关的所在，玉山、同家、海底，我拢带你看了。对啊，它足个海底，佮刚刚喷着水安尼。对。啊，佮有迄个sakura迄气味吼。对，这无感体验就是真正安尼。哇！而且这啊，佮叮当佮创啥物吼？哦，你感觉真正飞咱半空中。我比如讲，我30年前去了 Universal。对。因迄 studio， 因就开始初步安尼咚，但是拢较看起来感觉假，但这完全360度呢。对。咱就在其中呢。对，而且这真正去到迄个实地所在去拍摄，你敢若看到玉山啊，看到海底，拢真正个摄影机去到遐，从会甲规景甲触到。啊，咱的目睭甲伊迄连起来安尼，看到咱感觉真实的。哎，就真诶共款。哇，这叫做飞越台湾。对，但是唔是安尼尔。啊？我去带你去一个吼，你可能无存在的故事，我嘛可会使带你去。咱刚刚去的是真正有存在的所在嘛。哈。我去带你去一个吼，可以想象的所在。哦，虚拟的所在。对。迄英语叫做 super reality 啦。对。哦。这故事是用咱地球吼，和外星人吼。来进占领去，哎，啊，所以即马要甲反攻的。哦，哎，啊，你即个变成一个飞行员，哦，来和这外星人要战。要作战，哎，要作战，哦，你去看卖？哎，是，这做刺激的哦。哦，做刺激啊！哎，你啊坐了吼，你个过关啊，啊摆你个啥话，等于讲坐啥物内容你拢袂惊。哎呦，这话甲咱讲。可能我会挡袂牢的款哦。这阮同关节的一个迄个内容，所以要试看卖。哦，可就当然咯，爱试看卖啦。来，开始。Eagle 86, you are first in line. 这敢战斗机的感觉。哎，咱即马当战斗机内底无错。Good ends, good highs, good lows, no outliers, ready and back. Here we go. 哎呦，哦，哦，当然你种老型仔仔呢。我这坐几啊百遍。哦，哦。我看到右眼。哎！哦。啊！哎呦！哎呦！哇！哎呦！
Good shots, good engines, good in speed. 我头试看目睭闭起来了吼，嘛是感觉足惊的。这个较刺激。哦，这足刺激。哎，这你要想象讲你咧在作战，啊，哎呦，哎呦，我外星人咧作战。哦，哎 Okay, 呦， gun spun up, looks good, and check missiles. 所以这以后，哎呦，我喷水。对啊。哎。啊！诶，360度的。看到10度嘞。哎，喷水。你食就是咱家迄个啥，咧作怪的迄个外星，来甲处理掉。啊，咱要甲处理掉。哎，要甲处理掉。我这只。哎，这只。所以这以后拢有通发电安尼，对。手动的吼。哎有，即摆电有啊。即摆有啊。你也来家人就会看到啊。哦。You heard it. Flats and stats, right side. Okay, good. Now we have the left side. 哎。哦。 System check weapon. 对对。哎哎呦。 All right, weapons and countermeasures. Good to go. 啊！哇，安怎接着啊咧？哎呦！还没，哎，也没有。还袂。你食同个处理了啊！真正有够耐操的。啊，看伊吼，到底要喷火的时阵，啊，我都甲处理掉。 Eagle 86, turn heading. Eagle 86, you're first in line. 哦感觉啊。哦哦，一定是咱地球的英雄啊！哦哦，真正好惊人呢。袂，啊，你无感觉安尼吼，安尼坐过了后，吼，规个人生拢无共款咯。有影呢。开始有一寡新的迄个啥个，新的思想出来，敢若想讲安尼。人生接美好安尼。对啊，安尼有当啊，歹人拢好刣而死安尼吼。啊，我实际上人生的生活当中的挫折拢无去安尼。是。迄真好呢。但是这后面，我咧想讲，你看这以后要叮当创啥，啊，佫真正离离扣扣的物件足济呢。我较点带你来参观。好，咱来看嘛。哦，你来看这，为什么你会感觉吼，足真的这体验的秘密是啥？这个阮的专利的一个设备，哦，按这个6轴平台飞行器的迄个专利的技术，那就透过这个技术，互你感觉讲你改前感觉是踮空中咧飞。有这种叫6轴设备，也在做着6种吼，不同的迄个动作出来。啊，因为按讲即摆人是生活在一个3度空间内底嘛。是。3度空间所有的动作就是6种，所以这个平台会使制作所有在3度空间会使制作出来的动作。所以你会感觉讲，咱飞在空中就是为这个设备去产生出来。啊，这设备嘛是咱台湾迄个啥100%台湾独立开发制作出来这个设备。
拢当下恁去整合起来。对，啊，含一寡阮的供应商做伙来合作出来的设备。啊，这样你了偌济时间？阮做这个设备吼，差不多开2年半的时间在研发，因为游乐设备吼有一个部分吼要足重视个安全性，所以阮在做这个设备时爱足考虑安全性，就是都系在顶档的所有的过程中，就比如讲咱人坐落袂安全。对，啊内底有足，你看遮侪线路拢咧侦测吼，在顶档的过程中吼，敢有出啥物顶档？有顶档伊该有咧修正，随修正。系啊，甚至甲一寡动作吼，会该停落来，吼，保证你安全。你看这线路吼，阮一只飞行器的线路吼，以离伊个大路的宽度差不多20到25里。啊？这线路你也起来靠迄个啥会使走1里大路走20几个迄个宽度。所以你看这。这复杂啊！密密麻麻这你看这侪线路拢是为着保证吼。迄个乘客吼咧坐安全。啊，你讲6条，吼，6条是，比如讲咱人体咧行动咧坐，还是安怎？徛6个方向，还是6种动作？咱通常有3个方向嘛，啊，算方向有3种动作嘛。可少当对，搁3个方向顶悬，搁一个转的动作。啊，每一个拢配。拢做一个迄个转的动作嘛。所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对，啊，所以你定3个方向。加上伊转的动作多6种，但是这6种爱去配啊。伊个咧混合，啊，这个平台个才甲这6种动作拢甲混合在一起，我哋感觉像真的共款。啊，你像顶悬这个线路，这是咧制造这个风啊、气味、温度的改变，拢走这线路。哦，啊，顶悬有一寡无共款设备，哦，会使制造出这种感觉出来。咱台湾人的特色就是安尼吼。袂晓的、毋捌的吼，就想办法去学，啊想办法去请教。所以介侪物件，我开始咧互遮个迄个厂商咧讲的时阵，伊嘛听无讲我要创啥话。啊，但是吼，因遮个介听讲，听起来介趣味，啊个家己研究，啊到尾个甲阮做出阮要卖的物件。所以我这个过程其实我感觉讲吼，嘛是这物件做出来，其实嘛是遮侪台湾的迄个啥，甲阮做伙合作的人，做伙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产品。想要一个问题吼，当时你甲咱讲吼。你对你家己咧做的这项代志，上大的这愿景吼，愿景吼，在哪里？阮咧愿景是咧想要甲做甲吼，摆你分别袂出来吼，到底啥是真的，到底啥是假？什么意思？就是讲像真的，即个啥，即种物件做甲像真的甲一模一样。就阮第3代的产品一定做甲安尼啊，你的目睭一定看袂出来讲，这景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一，这画手画景，对，啊，而且甲咱肉眼所看的物件，都一模一样。你像阮即马安尼看影像吼，是用投影机投出来，啊，即马第3代是用迄个 LED 吼来甲做出来，啊，个影像是即马你即马看到差不多8倍，啊，个亮度吼，和咧外口的景色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到太阳的时阵，迄亮度真正太阳一模一样。所以你袂感觉这是假？哦，so，啊，这是个后一代的设备。但阮的想法是讲，到尾啊吼，大家人拢毋免出国，嘛会使感受吼，比出国吼，甲真的体验。所以你甲看吼，这台湾的企业吼，有影吼，足认真，啊，搁拍拼。上多我感觉是台湾这过去60、70年所拍落来对。才有通哦出一个后样档的。无，都大家合作的结果啊。就就是大家合作啊，但是有一个戆人出来做头啦。这个嘛是算小人啦。小人啦，你无说小啦，你说后样啦。哦，感谢大师长，感谢大师长。这啊，但是继续搁看落去啊，新眼界。你来这有在实地体验，他们356元宇宙。哦。嘿嘿，迄字拢对我迄伫骹边啊走出来。对，这嘛是会使作为一寡各方面的一寡应用啦。你甲训练飞行员，迄做阿公阿嬷吼带孙仔来拢是安尼，拢喊孙仔在摇讲遮是对，遐是对安尼。你敢若做迄个 iRide 飞行员，阮的占有率全世界到10几%。啊，这是开差不多10当周的时间做到。
咱头仔看的是 iRide 吼，对，但这位佫是啥物？这位吼是阮吼踮家人做的第一座，阮叫 Anyverse 的所在的体验馆。啥叫 Anyverse 呢？就是 Any 加 Universe， 任何任何宇宙。哦，那跟进前一个跟流行的元宇宙是相关的物件。但是咱即摆讲元宇宙，咧讲一个抽象的概念。系啊，迄到底是啥物件呢？所以你来这有在实际体验，他们三位叫元宇宙。哇 ，Anyverse， 吼，啥物物件拢伫遮啦。对对，啊，互你上体，互你跪地，互你家己驶飞轮机，互你家己驶快艇，再使带你迄个啥，坐迄个啥火箭去外太空。飞天遁地呢。是，哦，来，咱来看，咱来，听讲这有当试验迄个飞行的，你哪对，看？但是我先带你来迄个外太空。外太空。咱来坐火箭飞去外太空，吼，互你看外太空即摆生做安怎？我坦白讲哦，初初咧讲的时阵吼，阮咧团队讲，这有影无影，我真正爱相信。来，请来，请。这个所在是阮第一座全台湾第一座4D 影院，但是特殊的是，伊是用 LED 来做影像，伊毋是用一般的投影机。所以你看，咱遮光的所在，这影像嘛足清楚。哦，所以有影呢。对，啊，所以这影像你看这电影的时阵，你会感觉像迄真的，因为又无像电影院一定要关灯才会使看。阮这个4D 影院是免关灯火嘛会使看4D 影院。来，请坐。哦，对。摄影机啊，来，我互你看一下。你有看着？啊，你来翕迄个字，你翕迄个字，你看，有看到无？有啊。哦，就是看到迄个字安尼，噗安尼。哇！哦，就是看，真正走来啊眼睛的。对，啊，这个立体电影的原理，你用左眼甲右眼吼，你看物件无同款角度。啊，阮这立体眼镜是会接收吼伊内底信号，啊，当然你切换左右眼的影像，所以你看下较会像立体的感觉。哦，这有影就是敢若，对。我30年以前伫迄个，哦，嘿嘿，迄字拢对我迄耳卡边啊走出来呢。对，啊，这个是立体影像吼，但是你也像用这种技术来做，这立体影像会愈清楚，因为伊光度有够啊。无像原摆咱电影院伊用投影机光度无啥够，所以看这立体的电影，你会感觉吼，安尼无清楚，安尼。假啦。对。哇，这太空船安尼对遮安尼。对，为你边仔咧。对啊，边仔一直过去安尼。啊，头拄佫有感受讲地动的感觉。哦，伫遮，是。所以哦，这对着人类的这个知识啊、经验，而且因过去吼发射去月球吼，迄个过程。啊，这叫 Project， 这 Project 这是啥物物件？这阮公司的名，啊，这只呢是阮公司的飞行模拟器。之前有一部电影叫《捍卫战士》，你敢知影？好。啊，内底有一个足帅的帅哥叫汤姆·克鲁斯。嘿，是。对，你定你要来做汤姆·克鲁斯。我真正，我会叫汤哥因某拍戏。咱台湾足侪汤哥因某，咱我试看卖。对，啊，这只无人机的模拟器呢，就是吼，互你吼模拟吼，你驶迄个 F16的感觉会生做安怎？哦。啊，所以你先登机吼，我甲你讲要安怎来操作。好，阮这先用同简单的，互你会使起飞。这是真正的飞行机。较定会飞起了。哎呦。啊，所以你来试看嘛。是 real pit， 这是真正的内面，哇！哎呦！啊，这一般飞行员坐当飞行机，你看才会着。我会当甲你驶到冰大。不要紧，这是模拟器吼，你安怎驶拢不要紧。就惊甲驶到冰大去。别，你放心好啊。好。安尼可能你也准备好，按个准备要起飞，按为松山机场来起飞好。对，松山机场吼。OK。好。开始啊。
啊，你油门会使往前推，加速，甲推到底，因为安尼要起，紧绷，叫紧绷。是速度差不多是速到200公里的，倒边迄个是速度200公里，佮刹转来，唔使变刹来，变刹来，会使起变往后带。哎呦，来起来，起飞啊！你安尼，电动慢一样呢，爱甲你校正，然后往前推一下，维持也有那样的航向。哦，啊，当时你就真熟啊，你就会当去赛飞行机啊呢。我嘛细汉嘛想要迄个啥搁空军啦，但是目睭迄看伤侪漫画拢其中我都可。你看头前106嘛？会行呢。所以我速度足紧的，按照上山一起飞，啊就够安尼吼。你嘛会使继续飞来去。你看头前这山，这阮拢是照迄个台湾是坐正去落去静落去的吼。迄个围出来。所以你若要去模拟你用空中咧飞，你嘛看一模一样，就生做安尼。哦。这速度是380公里。386，385。我手敢就爱通刹。你要放开嘛会使吗？放开嘛会使，去到空中的时阵，你会使放开啊，不要紧。放开安尼会使。其实通常是起飞甲降落，这个过程。我那卡，这下卡这是你后边方向做咧作用。哦，这后面是方向，抓方向就对了。对。我那正卡打落去。这个转向。我正面。所以咱头讲9月份，咱这台机器会做甲更较精密，做甲敢若更较像战斗机，要来做国防兵干。因为这只是阮这还是偏向五乐使用的，袂使伤复杂。要伤复杂，可能一寡人唔知要操作。可能要惊你但是其实这技术拢会使来做甲做精细的啦。一般的阮飞行员，伊嘛会使叫做海员的真正咧飞行的经验是差不多的。当然，这嘛是会使作为一寡国防方面的一寡应用啦。你甲训练飞行员，会使唔免，因为你若讲训练飞行员，拢爱靠真正飞行机，费用嘛足重的嘛。靠这你就使减轻一寡费用，甚至讲，但一般你要培养飞行员进前，比如讲学生囡仔，会使来了解，可能培养伊兴趣。但是我的想法是，我相信美国人做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机器，应该是足久啊。对。咱即马要做，咱甲伊有啥物无共款，还是讲这个意义，就是讲咱家己会当国产。除了会使国产，同主要是价钱的问题。你像原摆美国因做的迄个啥模拟，是足贵，一只拢是用亿为单位。你即马等于讲，你也遮贵的物件，你无看，像美国因会使家己买足侪模拟器来做训练。但是咱台湾，其他国家，伊国防有算也无遐侪的时阵，你像台湾可能这无法度买遐侪只，那你训练的迄个啥的机会就加足少。透过阮种技术，会使甲即个费用降低，会使面对不只是专业的飞行员，连一般的民众，因有兴趣的，拢来学习。安尼是毋是讲全面国防，这嘛是一种可能的一个机会。因为大人拢有了解这种物件，未来你也一寡飞行，因为咱即马咧看，可能咱台湾是无欠飞行机啊，可能较欠飞行员。对，所以你也使训练较侪人出来有兴趣啊，是有机会做飞行员，个结果即个问题。所以这种价效甲迄个啥个性能吼，就性能提升，价效可以再降低，这是阮感觉讲，这未来咱市场吼有机会一个所在。安尼我来，安尼你爱可能再往后，扭起来啊往后，对，安尼来，讲用派无？袂，这粗用的，这粗用的，哇，好。来，咱过来看倒。你捌坐过热气球？我捌坐过。你感觉坐热气球去环游世界？唔捌。我带你来坐热气球来环游世界。来，头前来看。这热气球啊。是，来。我踮咧澳洲啦，去土耳其啦，拢坐过吼。其实坦白讲，拢淡淡。对。
啊，但是看伊咧烧吼，哈哈，会惊咧。但是因可能原地互你飞去，去飞来尔。嘿，对。啊，是真正坐坐来环游全世界。没。哎，嘛，一部电影叫做环游世界哎，吼。环游世界81天，因为热气球一环游，按这个嘛来模仿一下。哇，这真正拢有这个气味伫的咧吼。对。哇，还可以叮当呢。哎。但是这就不是封闭式的这个剧。对，这个互你，阮咧想法是讲，一家伙也使徛咱遮坐气球，啊，欣赏全世界风景，哦，爱使做伙开讲，哦，这种情形。啊，无像讲一定爱有安全，唔免互安全话北的，慢慢戴3D 眼镜，或者是个等于讲，大家一起踮坐咱遮。哦，做伙开讲，做伙来环游世界。啊，大家来认啊，这杜拜啦，哈，哎，终于到啦，哈。哎，对。介侪阿公阿嬷吼，带孙仔来拢是安尼，哦，拢按孙仔在摇讲，遮是对，遐是对安尼，介新鲜。我细汉个爱做爱胡思乱想，我拢想一寡这有诶无。啊，无机会去实现，啊，到尾有这个机会实现的时阵，哦，阮个点讲，哎，就去甲做想这结果安尼。来芭蕾哈。都来台北。哎，等来台北。这阮厝，哈哈。哦，你住遐？哎，哦，对啊，对面。哦。哦，你遮会晓飞过恁厝顶悬。哇！就安个飞倒来台湾啦，啊，结束这个环游世界5分钟，5分钟哦，环游世界吼，我就带你环游世界。哎，董事长哦，你甲咱讲看卖，你本队是啥物产业啊？投入这个产业？我本来做手机啊软体。手机啊软体，手机啊软体就是多几年的手机啊软体？我做要成10单呢。啊，毋就是2000年左右。哎，2001年。2001年。对。啊，迄就是拄啊开始 APP 拄啊才开始。对，拄啊开始呢。哎。哦，啊你拢是做啥物物件？哦，阮做主要做迄个游戏软体，啊嘛有做一寡人机界面软体。阮甚至帮摩托罗拉吼，替纽约迄个警察做因警用专用的迄软体。NYPD 哦。哎，对 NYPD，哎。做因咧用的。哎，软体。迄一支足大机的手机啊，但是内底啊做侪种无共款的软体，会使等于讲，互伊去找迄种查迄个车的查车牌啦，车牌啊，跟会使辨识人的迄个，讲敢是有前科有诶无迄类的。哇，啊，毋就敢若小神通安尼，即个意思。类似安尼啦。但是这听起来，甲你即摆做的都完全空间无奈呢。对，啊，因为其实做这是我家己吼，为细汉开始的一个梦想。我头拄听你足讲足侪摆，你细汉是安怎的康叔梦想？啊，我甲有迄个安怎讲，甲有迄个想象力的囡仔。啊，其实这想象力一开始嘛无，一开始我是一个屏东囡仔，其实庄脚无汉。啊，其实阮爸爸迄阵细汉时阵，带我看第一部电影叫做《星际大战》。啊，迄部电影互我看了吼，我想讲哇，哪有即种世界生做安尼吼，安尼足新鲜的，足想要讲。哦，后摆有机会吼，做飞行啊，做迄个啥太空人，会使飞去外太空，会使和遮外星人作战安尼。啊，但是迄个无可能是一个属性嘛。啊，所以家己拢当学白想讲哇，看会使安怎用，会使变成做一下太空船出来，有诶无？啊，到尾啊，阮咧到尾啊，发现有一个机会，透过这种模拟技术，会使做出一种类似的这种。互你会使敢行入个故事。敢若人伫内面。哎，对，我做兴趣。迄是当时开始讲，你做有兴趣，这个想法开始 idea 开始出来。哦，其实我开始出来食头路的时阵，都听吼，拢会看这。会注意这些信息。注意这，其实像迪士尼第一件做出这种设备吼，是差不多1984年，差不多咧读大学。啊，迄时阵我咧看过哦，原来迪士尼个做这种设备，我个足想讲有机会
我嘛会使来做这种设备出来。啊，其实迄时阵我咧读大学的，我迄阵读电机系啊，电机的，做希望我后摆有机会来做这个行业，但是台湾无这个行业嘛无。嘛唔知要倒位找。对，啊，到尾我有机会讲，竟然家己会使来做这个工作时阵，其实第一个来找我是迄个啥义大世界，是，伊迄阵要做一个，嘛是迪士尼足厉害一个设备，叫飞越加州。啊，因迄阵看有这个设备，讲唔知有人在做出一模一样的，那个一寡机缘，啊，总来找到我遮来。反正我咧做手机啊，软体，我不管会做，会晓做，我会晓。你讲你我会晓，因为我是讲，这机会太好诶吼，千机迄个啥话，做袂使搁失去个，所以我就来讲我会晓。啊，其实考袂晓，啊，我搁想办法找伊个啥去迪士尼去甲伊考察，我管伊个设备坐底几60万，伊了解讲是安怎做，安怎运作。啊，倒来台湾了，开始苦人，你知影？我开始找人讲，你敢会做这，你敢做这，啊，一个先单人接啊，才会讲。对，我们就这样咧做。哇！但是我会当刷来剧情，我就让疗伤会到。因为咱唔捌做过，对，咱一定唔知影讲啊，这行物，这可能甲伊饼顶啊，到家己去到倒位啊，一定是做到遮才想讲哇搁来找啥？对，这也许是讲你全部的物件你拢了然，拢在心，还是讲你是安怎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去甲规个拢甲倒做位？其实我感觉这是咱台湾厉害所在。因为我从一开始我是讲，我一定足侪零部件，一定爱去国外找较有诶。啊，但是我一开始我先踮台湾找。啊，其实我嘛知影一部分尔，其他嘛唔知影讲到底要安怎做，是要找啥物拢唔知影。啊，找这人的时阵问讲，其实我搁一寡物件吼，唔知要找啥较好。啊，伊拢甲阮介绍，啊，我搁去找人。一个拖一个，一个拖一个。啊，拢是安尼啊，搁一个问题，啊，搁有人甲我解决一部分，啊，搁一个新的问题，搁有人来帮我解决一个部分。啊，因为台湾遮个变个中小企业，其实大拢足厉害，啊，拢做家武功足好，啊，所以你啊一寡问题找因时阵吼，啊，拄好因会晓，足好足紧解决问题。所以到尾啊，吼，阮所有零部件吼，95%都拿台湾做。哦，无到5%当国外做。所以会使讲95%拢台湾家己制作。对，而且嘛一个问过一个，开迄个啥有砍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讲，其实台湾的产业已经某一个程度是真成熟。对。哦，你才有通啊，拢伫台湾拢找会到嘛。对。哦，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讲，台湾有这种条件是全世界真特殊的吗？对。你像演摆啊，听讲大约讲，因是叫世界工程，其真正是台湾看是世界工程。你想看卖，其实足厉害物件，对一项台湾都参与着。哦，你半导体，哦，这个全世界同先进的技术拢踮台湾啊。啊，佮其他一寡迄个啥话，安尼工具机啊，哦，啊有一寡甚至我顶个听讲迄个啥连管超跑用的迄个啥冷气，迄嘛拢踮台湾咧做。其实台湾看真正世界工程，伊可能规模无像大陆较大，但是伊的种类吼，啊伊的种技术的伊个成熟度，迄绝对是世界级的。这是你是哪做哪学哪做了才体会到。是无错。我一开始我唔知讲台湾的产业的力量吼遮大，遮中小企业的力量遮大，而且各行各业拢有哦。为光学啊，为一寡机械，为一寡迄个控制，啊一寡特殊零部件，台湾真正拢有人咧做。你甲咱讲一个吼，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讲你这个整合差不多用到多几个行业，会当小可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迄个多啊，迄个讲袂了。其实因为阮这个行业讲着。迄个啥游乐设备这行业，台湾也无这行业啦。对啊，以前无啊。所以拢为其他行业一个迄个吹出来。甲吹出来。啊，甲斗做伙。啊，他拄我一路我就知影讲哦，比如讲做迄个显示器的，对，哦，做 LED 的，对，吼，啊导影的，对，吼，啊做即个什么蜡条的，即个机械手背的，对，吼，啊，搁做迄个。动机控制，对，机械控制，对，电机控制，对，吼，啊，还有电脑嘛，对，啊，你个想咧做光学的，因
因为这光学的伊变讲介侪玻璃啊，介侪一寡迄种特殊的迄个玻璃吼，基本上台湾人弄人的样子。像安尼做一个讲光学的一寡较大的镜片，迄是大地，伊嘛拢爱，迄种台湾弄人做会出来。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头早咱有去看即个飞行的模拟吼，模拟即个机械，即个相当来讲，应该美国人因对于训练飞行员人因本队拢有啊。对。啊，因哪会无爱来做即个行业？哦，因有做哦，全世界几乎拢是因咧做，但是呢，因的成本足悬的，哦，啊费用嘛足重的，所以一般的国家你要来负担这种机器的设备吼，你足大的负担。啊，阮透过所以无变成一个行业，无变成一道啦。对。啊，阮透过阮的技术，啊，去降低伊的成本。阮讲，我毋是这种飞行的模拟器，毋是讲拢一定爱互专业的来使用，我嘛会使学生囡仔来使用。你比如讲，伊暑假会车来遮做夏令营，会使来练习飞 F16。因为通常按来讲，你咧买飞行机足紧的，但要培养一个飞行员是足长的时间。啊，你若讲要做全民的国防教育，这嘛是一种方式啦。你还要为细汉透过这种模拟，了解讲哦，原来要驶飞行机，吼，啊要飞行机是这种感觉。啊，较不定伊也摆个机会吼，有兴趣啊去发展，变成一个飞行员。所以我的想法是讲，这种物件虽然咱美国足早就有啊，而且伊嘛是早做专业的，但是因的物件贵啊，啊拢是都会使互一寡足少数人咧使用。啊，我安尼做就是要做哦，会使变普及啊，会使大家人拢用得起吼，啊会使大家人会使用这个物件，哦去做训练也好，去做模拟也好吼。刷来就是讲，你即摆做甲开始有看到眼前讲会当往这个方向行，但是我相信，甲你当初是一个热情啊烧啊，唔知到底是真正会变做安尼，已经是相当无共款啦吼。你嘛开始有愿景，爱做到什么程度吼？头拄我嘛问过，讲咱的愿景是啥？但是你感觉认为因为咱台湾啊发展超60、70年吼，在建后了后安尼，你开始要取人才，还是要创啥物的时阵，你有感觉咱台湾还佫欠啥物？还是讲你公司又佫欠啥物？啊，要爱相信学校的教育，还是讲？社会必须爱甲即个物件爱紧甲补起。我感觉台湾吼，应该是讲安尼搁较有信心啦。因为台湾其实我感觉讲过去的发展吼，其实发展的技术足好。咱若是讲阮咧做这个行业，一开始我嘛无信心讲做会出来。但是呢，去开始咧做的时阵，那发现讲，其实介侪物件台湾拢会样做，啊，甲整合起来，就再做出一个介好的物件。所以这个信心我是感觉讲，其实。俺家己拢唔知影讲，俺家己有偌好的物件，所以这种物件我是讲未来爱互俺家己的囡仔会使了解，爱有迄个自信心，爱挑战讲一寡迄个啥困难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咱拢爱去挑战，袂使甲家己看死，看无去，看无去，吼，因为我感觉讲有台湾虽然讲是一个，等于讲未介大的一个所在，但是伊其实足丰富的。有介侪种人才，嘛介侪种高人，啊，踮这个所在，啊，若爱对家己要有信心，啊嘛爱想办法吼，甲大家人吼，甲合作伙，来合作做一寡吼，比如讲对我来讲，爱做一寡厉害佮新鲜的代志。但是你想要一个问题吼，你家己对你的企业、你的公司的定位吼，是敢若一个课堂，吼。一个平台，对，刷落来，在我替你整理哈，国防、教育，甚至长照、电交，啊，就其他的产业，只要会当用到这个人甲机械之间的这个物件，那工业生产的，在工业的生产当中，恁这有通好应用无？有，阮其实吼，阮最近嘛咧开发一个新的专栏，就是讲，甲人甲机械甲连起来。透过讲人咧控制，你像讲按样摆，你也要控制一个机械，你人爱站现场嘛。比如讲你咧怪手咧乌土，啊你讲一寡咧铺路，一寡工程，甚至人一定爱站现场。咱即摆咧想法是讲吼，啊，较使会使甲人
甲这机械连做伙，你人会使踮其他的所在，可以操作这机器，甚至会使用一寡较好的方式来操作这机器，互你的人的功能吼，搁乘以几倍发挥。所以，比如讲，虽然讲，介有人讲后摆世界由机器人、由人工智慧取代，但我讲迄无啥袂讲全面的啦，因为有一寡工课，无可能是完全拢靠这个人工智慧去来完成。人工智慧应该是讲辅助人吼，要甲工课做甲愈好。啊，像透过这，阮可有可能甲这机械甲人之间的一寡连接来整合好势时阵，人咧控制机械，也是操作机械，会使做清楚的。比如讲，甚至讲后摆你要飞飞行机，到顶爱人当飞行机顶悬，这嘛是一种未来可能。等我飞行机咧飞，啊人是当别位咧甲控制，或者甲监督尔，卖互伊遐出代志安尼就好。啊，但要啥路咧行火车，可能拢是迄个司机其实当别位，其实咧是当外口咧控制这架车。是监控中心。当然咧甲控制安尼尔。所以哦，其实一路我问起来吼，就是因为咱人因为梦想，吼，才来有通做大、做实在、做甲实现。对。哦，这个心爱真重要。是。哦，啊嘛真得得到真侪启示呢。对。对着洪董事长吼，咱新眼界今仔来到遮，啊，尤其咱搁去到 iRide， 吼，啊来遮体验真侪物件。我感觉真有心得，唯一的心得就是咱对台湾要有信心。是。吼，咱一定虽然讲咱唔知影讲具体咱会当做着什么，但是对着恁的故事，咱就会当知影讲，咱来一步步行，头实在，一定会找到解决的方式。对，而且这会实现的。阮做这为卖向到做甲产品出来，我嘛开差不多3档的时间。啊，阮做甲国际上的占有率第1名，嘛差不多开无到10档的时间。像阮你敢若做迄个 iRide 飞行员，阮的占有率全世界到12档。这是开差不多10档做的时间做。所以我本来要想讲，要来请董事长来预测讲咱台湾下一个产业是啥物吼。我想讲免讲啊，应该是讲只要你若有梦想，吼。你梦想的迄个势头，就会变做你下一代，或者是在你的手头实现的物件。吼，咱台湾新眼界在今仔日来甲欧阳董事长来了解到咱台湾以及咱这个产业本身，台湾万行来，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感谢，谢谢，感谢。